Harry 前幾日去外地出差，傍晚時分，佢同朋友走入咗一間冷冷清清嘅小飯館食飯。成間店唔算大，大概只有8張台，而老闆係一對好年輕嘅夫妻。但奇怪嘅係，佢哋兩個只係負責收銀，真正煮嘢嘅大廚另有其人。坐低之後，Harry 隨手望咗眼餐牌，發現裏面竟然有30幾款菜式。正當佢準備點菜時，同行朋友突然講：唔使揀啦，呢間店最好唔好食。Harry 即刻好疑惑，佢心諗，間店雖然細，但菜式幾齊全，點解會唔得？最後喺 Harry 堅持下，兩個人仲係點咗2道菜。結果啱啱食咗幾啖，已經放低筷子直接離開。返去途中，朋友先慢慢解釋原因。佢話：你有冇發現呢間店明明咁細，但竟然有30幾款菜？咁即係代表佢哋要準備大量唔同食材。但問題係，佢間店根本冇乜客。你諗下，啲原材料長期擺喺雪櫃，可能放咗幾耐？朋友再補充：頭先嗰道牛肉好大機會係合成牛肉，而羊肉串嗰啲肉可能根本唔係真正羊肉，只係加咗羊油調味。喺呢種情況下，間店做唔長，其實一啲都唔奇。其實呢個故事背後，正正講出好多創業者最大問題。好多新手老闆成日以為，菜式越多，客人選擇越多，生意就會越好。但事實往往相反，因為品類越多，代表庫存壓力越大，管理越困難，食材越容易積壓。最後為咗減少損失，好多店只會選擇繼續用唔新鮮食材。但問題係，客人唔係傻，食物一旦品質下降，客人可能只會幫襯一次。真正生意好、做得長久嘅店，通常都有一個共同點，佢哋唔會盲目追求多，反而更加重視穩定品質、控制庫存、提升回頭率。甚至有啲真正厲害嘅商家，寧願自己承擔損耗，都唔會將舊貨賣俾客人，因為佢哋知道短期賺少啲唔重要，最重要係長遠口碑。而反觀呢對年輕夫妻，佢哋每日只關心今日有幾多客，今日賺幾多錢，但卻冇真正管理採購、庫存、品質同廚房流程。結果問題越積越多。其實做生意從來唔係只靠熱情，真正考驗一個老闆嘅係管理能力。因為創業唔單止係賣產品，你仲要懂得控制成本、管理品質、維持客戶信任同建立長期可持續嘅商業模式。好多創業失敗嘅人，往往唔係因為唔夠努力，而係因為只睇到眼前小利潤，卻忽略咗長遠口碑。記住，做生意最貴嘅代價，從來唔係蝕一次錢，而係失去客人信任。你認同嗎？